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南韩目前有36人因为注流感疫苗所死亡，当地政府认为讲甲疫苗无直接关系，说是无被停止。台湾甲普老的旅游气泡，普老迄边是因为烦恼防疫问题，也未答应。台湾是限制有台湾国籍的才符合资格。中华有乌心业者甲消毒水叫做是医疗级的配合病医使用，尚无卖出去2万多桶。伫咧南韩发生注流感疫苗注一个死去意外，因所使用的毋那是南韩生产的，由法国进口的山诺菲疫苗。虽然台湾要进口法国的山诺菲疫苗，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强调讲，甲南韩迄批完全是无共款。台湾目前也无出现死亡案例，也请民众莫惊惊。注一下第一档预防得到流感，增加身体保护力。就算最近小连续传出南韩注流感疫苗了后，就出现死亡的案例。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对台湾的疫苗有信心，对台湾的那个疫苗非常有信心，所以不会担心了。不会，轻微发烧这些等等，其实都是跟一般预防针的一些反应差不多，大概是1-2天有这些反应。那真的严重不良的反应，我们是真的没有遇过这样子。因为南韩的死者在生时阵所做的流感疫苗，除了南韩的国产疫苗，嘛包括法国药厂赛诺菲疫苗，若是台湾嘛有进口。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总共采购603万剂公费流感疫苗，其中赛诺菲190万剂，台湾当样55万剂，国共先机是358万剂。食药署表示，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疫苗上市进程，都会先经过检验，包括疫苗外观、pH 值等等11项品质安全的试验。不过今年以来，到目前拢无发现各样。今年的流感疫苗是都经过检验，确认是品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目前整个施打的结果，目前好像也都还蛮顺利的。我们当然也跟赛诺菲公司去查询其他世界的各地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事实上现在没有。好，那韩国进口的批号跟我们也不同，那台湾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中强调讲会继续关心这件代志。赛诺菲公司嘛发声明表示，韩国发生的事件当地调查，台湾进口的流感疫苗配合，嘛拢符合公司品质检测定数的标准，个卫福部食药署严格检验的定数，品质是安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甲普老要推动的旅游气泡，也就是安全旅游经济圈，有风声讲上紧伫后个月就要实行。早起外交部处长詹厚仁表示，虽然台湾这边已经准备好势啊，不过普老迄边对防疫的疑虑有较侪，可能无法度做较集中，恐惊无较紧就通来决定。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邀请各部会来做讨论细节，初步规划是，若准毋是台湾国的国籍，就袂当符合旅游气泡的资格。太平洋海洋岛是国家碧流2011年被选为世界文化甲自然综合遗产，真正传出台湾碧流旅游泡泡上紧11月上路。碧流有希望成做第一波开放国家，未来双方以旅游团形式互相开放边境。不过23早起，外交部处长郑秀仁证实，台湾确实准备好啊。不过关键是碧流对防疫有关有疑虑。我们都准备好了啊。那现在帛琉方面呢？他们反而当地能不能100%的防疫，这是他们现在关切的要点。不止外交部证实碧流旅游泡泡有变数，卫福部长陈时中出席活动时也表示，原本对碧流旅游泡泡有较大的期待，即马卡掉咧，主要是对方烦恼防疫能量无够，恐惊加做防疫空胖。我们本来有一个比较大的期待，不过现在据外交部的讲法，他们的医护人员是有他们的一些担心。我们持续在洽谈中。台湾碧流旅游泡泡爱国建议，23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邀请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开第2摆会议，讨论未来实施的细节。参加要有什么条件的资格认定，甲回国了后要隔离多久才规定。目前大概只会开放国人的部分，目前的条件当然是往这个方向，还是要尊重我们跟帛琉之间的讨论。
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表示，目前讨论唔是最后版本，也还未定案，也会继续讨论，找出最好的方案。另外，进前传出日本政府正考虑放宽边境管制，温存一经日本72点钟以内上浮人士，会免除14天隔离，对象有台湾、中国、韩国等，上紧下个月实施。但是中表示，日本依然在研议当中，外交单位还未得到日本的证实。记者综合报道。身躯较高过敏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入秋了后，头一批营业粒也已经吹到位。今日透早北台湾的富贵角观测站也出现柑仔色的灯号，明仔载空气品质也会恢复正常。另外天气也开始反冷，气象局也预测讲，礼拜透早温度会降到增加，也请民众就要注意。透过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会当看到北台湾早起出现对民间族群无健康的柑仔色的提醒。秋天的头一波风皮营业到啊，早起4、5点，富贵角测站出现 PM2.5上悬高度，每立方公尺52克，要挖进红色警戒。另外，中国内蒙古的风皮山嘛逼我，早起7点左右 PM10的高度是上悬的。好加在团输落雪较远，佮加上落雨，污染是无严重。估计全台湾要到明仔载日时，空气品质才会恢复到正常的程度。北部刚好也有下雨啊，所以整个的影响比较轻微。那对于中南部陆续啊，大概23号会有整天的影响。那到明天开始啊，逐步恢复正常。今仔日是日式节气当中的霜降，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全台湾拢出现降温。到11点为止，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东路，早起9点40分，今仔日是16.1度。气象局嘛提醒，预计礼拜透早会出现上低温，民众得爱穿好少。预计大概北部这个区域还有宜兰这个区域的话，低温大概会来到18到19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凉的。那其他地方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也大概低温会在20度上下。若是北台湾的雨嘛豆豆减少，气象局表示，拜五暗时北方的大空气路南会豆豆变较大。若是中南部因为受到风台外围云系影响，会有一寡落雨的状况。这波东北季风会伫咧这礼拜日时减弱，预计要到后礼拜3、拜4才会出现东北季风变强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海局势当咧紧张，一方面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是继续深化，甚至美国敢会派军队驻守伫台湾咧。面对着这个问题，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 Richard Bush 是讲，若正式派军队，中国可能会甲美国断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讲，中国人是袂用的，袂输是要警告台湾甲美国。最近中国军机真正扰乱台湾，两岸情势紧张的情形之下，美国宣布卖军事设备予台湾，台美各方合作搁增加。美国敢有可能会驻军伫咧台湾，搁一个引起大家的关心。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布瑞就表示，若是即马美军驻台，可能会致使美中断交。So if we were now to decide to deploy troops to Taiwan, I suspect that Beijing would feel great pressure to suspend or cance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台湾的问题嘛牵涉到中美对抗情势的压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参加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的时阵，特别强调讲，这个战争的胜利是要让全世界知影，中国人不是因惹会起的，而且讲绝对袂放咧，让国家主权受损当。洪解脱讲是间接向美国甲台湾发声，警告的意思是真高。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即马中国唔但扩大武力的威胁，还佫积极用疫苗做战狼外交的工具。台湾外交官员烦恼中国会用这点来逼台湾邦交国转向。We already anticipate that there will be a wave of Chinese using the vaccines as a weapon, as an instrument to entice more countries to sway them over to their side. Of the way the CCP has handled COVID from the beginning, no matter how many masks they hand out now, I think that is a question and a doubt that is on the minds of man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globally as well. 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讲，世界各国拢对中国疫苗的品质无信任。如戴瑞嘛表示，
台湾目前嘛积极咧研发疫苗，虽然速度甲其他的国家袂比例，不过可能伫明年就会当上市。若是成功，嘛会发挥台湾会当帮忙的精神，甲各国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关系当咧深化，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阳甚至讲出，若准瓦靠美国，台海必定三邦第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讲到，袂因为两者结铁牛就当得到和平。总统蔡英文也讲到，袂当用政治力量阻挡台湾参与 WHO。台湾真优秀的防疫表现受到国际肯定，毋过却一直无法度加入去 WHO。总统蔡英文出席2020台湾全球健康论坛时阵强调讲，台湾有能力，嘛愿意伫咧全球的防疫工作来出力。The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one particular country should not be a legitimate reason to disrupt the global effort in pandemic prevention. 台湾拍拼要参与国际，毋过中共军机一直咧扰乱台湾，对区域和平造成威胁。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嘛警告，若是继续靠势外国，台海一定袂平静。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出席当前中国大陆发展甲地理问题国际研讨会致辞的时阵强调讲，针对中国的压迫，台湾会采取必要的防御作为，退步绝对袂带来和平。台湾 has and will take necessary defensive measure to show our high-level strategical resilience of the all. We all note that showing weakness or making concessions will not bring peace. We will not act rashly to seek war, nor will we give up easily on peace. 陈明通呼吁各大东边的国家应该甲台湾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重要风险。若是以实时方式参加研讨会，前美国副国务卿史坦伯格是指出，中国的作为是威胁到各国的国家，是战略外交，嘛互美中的关系出现新低点。China's nearer neighbors in East and South Asia to question China's intentions and goals.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at was once China's rhetoric of a peaceful rise to the current day extolling of wolf warriors. 史坦伯格认为讲，中国目前的路线将规划的输甲真惨，呼吁中国应该成做一个负责任的区域谈判。针对台美关系，伊嘛指出，台美的命运是连做伙的，双方应该伫咧全球区域甲贸易顶悬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实地的厂商甲毋是医疗用的消毒水，伫中华工厂分装伫管了后，甲人辩讲这就是医疗级的消毒水，袂互中北部600多间的医疗院所。检方也表示讲，这是对2007年开始卖，尚无为有卖200多桶，乌心钱也赚了上千万。稽查人员到厂房详细核对标签甲进口资料，发现这外包装写酸性消毒剂，内底并不是医疗用的消毒水，毋过却被卖到中部北部60多间设药剂中心，做回机器消毒。这批有问题消毒剂拢已经被用了。将消毒药剂分装在塑胶空桶，并在空桶的外观粘贴有行政院卫生署的许可字号，之后再以 A 公司的名义贩售给不知情的下游医疗机构。检方接到通报，这间伫新北的厂商委托进口商进口酸性的消毒剂，佮运到这间伫中华中滨工业区的分装厂商，伫空桶外口打许可字号，未予下手的医疗机构消毒是药剂的机器，而且分装的厂商甲进口厂商也拢无相关的许可。没有经过查验登记，所以它的消毒效果不明确，有可能有不当的残留，可能会对身体有损害的疑虑。不好意思，有人在吗？去分装的厂商大门锁起，无关系对外回应。中华卫生局表示，使用非医疗级的消毒剂，消毒效果有差别，对患者健康有影响。检方表示，高层为自2007年开始已经卖出200多桶的消毒剂，成分是不是有问题，还佫进一步的化验。检方侦讯了后，将委托商以30万交保，进口商姓刘负责人是强奸有交传逃亡，被法院升压禁见。记者综合报道。
有民众伫南投民间乡看到直升机伫咧飞，通报了后，南投地检署伫今仔日也去到南投民间台中大甲所在，当场也扣押2台直升机，还佫1台也未到好势半成品。也因为直升机的主人目前因为疫情关系留伫中国无法度转来，也请伊的太太来向检方说明。南投县的检警会同民航局人员所组成的专案小组，拜五照线报前往南投县民间乡，还有台中市大甲区来执行敲锤。就伫民间乡的这间铁铁工厂的仓库内底，查到3只直升机，其中1只是完整的，1只外观有损害，1只还未到好，转手查扣。完整的，我们查扣到2架，但2架其中有1架是目前看起来是尚未组装完成，那另外还有1架是只有座舱的，所以看起来。如果算的话，应该是有三台。检警掌握直升机的所有人生了的弟兄，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3个月无返来台湾。针对伊敢是无照来飞，已经传因某教员说明，以民航局的规范，要载直升机，人甲机器拢爱有照。这2只直升机并无依法向民航局来申请适航证，相当会当处罚100万。这部分比较确认说，到底是同一性，然后他本身有没有飞行过，这部分目前也还是在了解当中。根据民航局的统计，2015年到2019年，总共发生10件包括直升机这款的超轻型的载具违法飞行的案件，造成3个人死亡。目前锁定全台湾有非法飞行记录的直升机是有7只，违法的直升机机型是以 R2G 上级款。前日伫咧淡水甲台东路捌去互查到，民航局表示，法令无限制 R2G 机型来进口，毋过要飞需要申请适航证，驾驶嘛要依民航法来考照。国内目前无合法申请飞行的 R2G， 民航局徛伫咧维护飞行安全的立场。未来若是拄到有违法的活动，建议检方要判较重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嘉里第23半暝啊，发生一桩后生抬老母的悲剧。虽然厝边有随叫警察，不过受伤的老母也是救无回来。饭店过后，姓李的查甫人好亲就是甲老母冤家，率举钢锤啊加刀甲伊的老母伤害。检方调查了后，发现嫌犯有视觉失调的就医记录，8月也捌强制就医。目前已经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抬老母的原因搁来调查。讲到这几年真侪杀死人的案件，拢因为嫌犯有精神问题去互判无罪。证人也伫咧讨论讲司法精神病院的必要性。法务部长蔡清祥伫今仔表示，地点有伫咧确定啊。另外，法务部也拍算要修法，要改做无限制几摆延长监护处分的年限。不过，有真侪专家表示无认同。铁路警察李成汉去年7月份出勤的时阵去互抬死，法院认定被告因为得着精神疾病，一审判无罪。互大家搁一概关心司法精神病院的问题，法务部迄当阵表示，会甲卫福部做伙研究甲处理，所以拢无动作，去互外界质疑讲，敢若是画画的尔。不过，法务部长蔡清祥早起去参加研讨会的时阵表示，地点已经渐渐要有结果啊。那现在确实这个地点慢慢的浮现了也是慢慢的可以确定。我们也勘察了很多的地点，还没有，现在其实要等上面，等于还在讨论嘛，还有几个点还没有完全解决，下不了决定，就是因为，你到哪边去盖，哪边就反对啊。卫福部心理甲口腔健康司的司长辛立中表示，要设立司法精神病院，要是会面临到司法精神病院附近居民心理上的影响，甚至会有反对等等的问题。若未来司法精神病院成立了后，嘛按算干那专门受高暴力风险的精神障碍患者。另外，法务部还阁拟定修法，要甲目前上当5年的监护处分改做无期限。不过有学者是提出反对的意见。精障者的监护呢，如果完全没有期限呢，是比较不可行的。我希望就是我们最长的这个设计，应该最多就是差不多是在10年到11年。学者认为讲，无期限的监护治疗会侵害到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人权，嘛违反国际公约。无应该无限期甲患者关伫咧司法精神病院，是爱伫咧社区建立一套制度，协助精神障碍的患者会当回归社会了后，持续做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美国的选情。美国总统 Trump 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最后一场的选情辩论，也针对着各种议题互相伫咧对射。为着要防止战前2个人相争讲话局面，这回也特别安排静音的功能，轮到啥人讲话，就通好清楚甲话讲好煞。
大选到达时间已经上后尾12天，美国真济间全国性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比拜登更较低。二日暗时黄金时段，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白宫特派员兼新闻主播克里斯汀·维尔克主持的这场电视辩论，川普的压力真重。主持人第一个提出来问题，就是造成超过22.500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It's a worldwide pandemic. I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see the spikes in Europe and many other places right now. If you notice, the mortality rate is down 85%. The excess mortality rate is way down and much lower than almost any other country. Anyone who's responsible for that many deaths should not remain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为了预防第一场辩论手话插嘴乱七八糟的状况，搁一届来发生，总统辩论委员会第2个人的麦克增加静音的铃，若是这届真正有发挥作用，互动的人表现出更较侪自制力，呈现出一场温和有特殊的辩论。主持人提出来问题，佮包括外国势力干涉选举、健保、种族争议、调伫咧国会受困难、气候变迁、甲领导能力等等。若是伫咧讲到俄罗斯、伊朗想要介入干涉美国大选，还佮拜登的第2后生杭特伫中国乌克兰的海外商业利益等等最近新闻的重点。两个人互相批评，质疑气氛嘛变悬。川普指控拜登伫咧担任副总统的时阵，伊的后生杭特伫咧中国发大财。拜登是回敬川普讲，伊伫咧中国有银行口座。过去20年，伊对中国纳的税金，佮比伫咧美国纳的佮较济。I have not taken a penny from any foreign source ever in my life. We learned that this president paid 50 times the tax in China, has a secret bank account with China, does business in China, and in fact is talking about me taking money. Treated very badly by the IRS, very unfairly. But we had a deal all done. As soon as we're completed with the deal, I want to release it. Why did he's been saying this for 4 years? Show us. Just show us. Stop playing around.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总统大选的制度，因是使用选举人团的制度，就算候选人得到人民上介济普选票，也是有可能会输去。咱就做伙来看美国选总统是安怎选的。美国总统大选独特的选举制度，互人常常无袂清楚。其实美国总统大选毋是直接民选，是采取选举人团制度。全国有538张选举人票，候选人只要得到超过半数，也就是270票以上，就能赢得大选。各州的选举人票数，就是各州参众议员的席次总和。各州众议员的席次是由人口最少来决定，所以亲像人口上济加州，就是有55张选举人票，人口较少的阿拉斯加州只有3票。另外，赢者全体模式除了缅因州、甲内部拉斯加州，其他州拢赢者全体，也就是不管两大候选人票数差距或者是大小，只要伫这个州领先的候选人，就能摕到这个州内所有选举人票，这造成美国选举的独特现象。也就是候选人就算全国得到的总普选票数比对手较低，依然有可能赢到较济选举人票而当选。在2016年的川普对希拉蕊，2000年小布希对民主党的高尔拢是一个案例，所以两大党支持度同款的州就真关键，也就是所谓摇摆州。That both campaigns think they have a shot at winning. And of course, if you win the state, you get all the electoral votes, which means they get a lot more attention than, say, in some of the other states. Now, there's no predetermined list of swing states per se. They evolve over time, depending on demographics and depending on the local political dynamics. That being said, there are a few key ones that really both campaigns can agree on. A big one is Florida with 29 electoral votes. It went for Democrat Barack Obama back in 2012, but swung for Donald Trump in 2016. It's really been a swing state for decades now. 美国大选温存用起来投票，选民伫选前几礼拜选好新无中的候选人，结束了后就未当反悔。受疫情影响，即摆用起来投票比例可能有4成。传统上，民主党支持者较爱用起来投票，共和党总统川普就烦恼有作弊可能。You could be talking about large percentages of these ballots are going to be missing. There's going to be fraud. It's a disaster. 用起选票会透过核对签名确认身份，到目前为止还未传出有作弊情形。分析指出，即摆大选可能因为用起较济，互开票结果延迟，正造政治甲法律上争议。伫上歹的情形之下，选举结果恐怕要等1礼拜才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欧洲的疫情当地严重，法国拍算讲要扩大宵禁。另外，意大利、希腊加捷克的防疫规范是愈来愈严厉。那讲到顶礼拜确诊的比利时外交部长，却是转做动职，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治疗。
法國史特拉斯堡病院為受治表量的患者和醫護人員特別保險。法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00萬例，有超過3.4萬人死亡。官方宣布擴大宵禁。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atteindre des situations comme celle de Paris ou de Lille, où les services de réanimation commencent à être débordés. Le nombre de personnes atteintes du Covid s'établit sur les 7 derniers jours à 251 pour 100 000 personnes, c'est-à-dire une progression de 40% en une semaine, qui seront soumis à la règle du couvre-feu, soit 46 millions de nos concitoyens. 特伫意大利伦巴第大區實施宵禁了後，首都羅馬的拉齊歐大區23嘛對咧做。當天暗時真濟店家真早就休困，街路攏無人，而且會當看到警方四界伫巡邏。希臘日過一天新增加確診882例，創新紀錄。政府宣布包括雅典在內幾個重大疫區實施宵禁，半暝11點半到透早5點禁止出外，拄2時開始。這個日嘛實施更較嚴格防疫規範，包括限制出外、商店、購物中心甲飯店等等關起來，戶外甲車內底強制掛喙罨等等。總理巴比斯甚至是出面來回釋咧，伊表示，若是無安尼做，這個的醫療體系可能伫咧11月初7到11之間就會崩敗。這個目前確診超過19.3萬例，有約1/3的病例是伫咧過去7天以來發生，衛生體系是受到嚴重的威脅，因為有4派確診患者必須要住院。頂禮拜確診的比利時外交部長威爾梅斯狀況惡化。伊是伫咧自主隔離了後，伫咧2日暗時去送去布魯塞爾的一間病院。伊的發言人嘛證實，伊近日交互病房治療，狀況真穩定，頭殼嘛清醒。今年45歲威爾梅斯伫咧疫情期間擔任看守總理，伊頂禮拜表示，家己是伫咧家族當中受到感染。記者綜合報道。接下來，咱要來看的是波蘭針對着摕囡仔的法律規定，當地的憲法法庭第2日作出裁定，認定家庭計劃法部分條文違反着憲法內面保障也未出世囡仔的人權，也就是講，只要受人操打說有新的護理，才會當甲囡仔摕掉。這項裁定也引起眾人的議論。憲法法庭裁定出來，等在法庭外口反摕囡仔團體大聲歡呼。波蘭是全歐洲也是全球天主教教徒比例上懸的國家，佔總人口超過90%。根據傳統的天主教教義，受精卵着床，正做胚體了後，就是完整的生命體。教會認為，無出世的胎兒甲已經出世的人應該有同款的生命權。外界未當因為這生命有先天性的疾病，或者是殘障就該消滅。所以家庭計劃法授權有新的人甲醫師，針對檢驗出可能有遺傳疾病的胎兒進行摕囡仔定數，這部分條文違反憲法保障的生命權是無效的。Potrafiły zrozumieć, że tutaj nie chodzi o to, żeby kobiecie zagrozić czy jej bezpieczeństwu, tylko po prostu o to, żeby chronić dzieci, które mogą rodzić się chore, na przykład bez rączek czy z zespołem Downa, to żeby takie dzieci ocalić. 根據上新的裁定，未來只有佇婦女被性侵或者是亂倫有心，或者是繼續有心，會危害母體生命安全，才會用摕囡仔。其他情形全部禁止。路透社引用婦產科統計顯示，符合新規定的摕囡仔手術，這幾年來在所有案例當中只佔2%，因講是全面禁止摕囡仔。Z poważnymi wadami genetycznymi, które wiesz, że i tak nie przeżyje. Jaka to jest trauma, wiesz, dla kobiety, dla całej rodziny, w ogóle dla wszystkich ludzi dookoła. I po prostu chciałabym, żeby ta aborcja była kiedyś, może za, nie wiem, 20, 30, 40, 50 lat, żeby kolejne pokolenia miały łatwość dostępu do tego. 支持摕囡仔人認為，女性身體屬於家己，所以是毋是要摕囡仔，無應該由家己以外的人表示意見，也就是所謂身體自主權。波蘭成為歐盟的會員，不過符合歐盟主流看法的意見，在波蘭國內無一定是大多數，而正做波蘭社會嚴重分歧的因素。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台視女朋友的香港人陳同佳，死者的老母限伊23進前愛去到台灣投案。不過，牧師關和平表示，陳同佳因為暫時無法度摕到簽證，佇今仔日無法度去到台灣。面對着台灣甲香港政府的堅持，死者的老母也講也願意鬥協調。
涉嫌伫台湾甲香港情侣朋友潘晓颖台是香港人陈东家，都走登去香港了后，因为生计压力入家。23是陈东家出嫁满1周年，嘛是潘晓颖妈妈希望陈东家来台湾投案的上尾期限。潘妈妈2日搁一改强调讲，超过期限了后，就袂搁替陈东家来求情，而且向港大警方发声，讲伊愿意做中间人。我好願意嚟到當個中間人嘅角色，誠意邀請港台雙方嚟到促成呢件事。希望港台兩地警方可以聽日嚟到聯絡本人。根據香港媒體報道，潘媽媽23指出，台灣嘅警方已經甲伊接觸，目前就等香港警方來聯絡。不過協助陳東家嘅牧師關浩平表示，陳東家暫時無摕到入台簽證，確定袂當喺23半暝進前來台灣。佢講陳東家赴台投案嘅意願攏無改變。陳東家委任律師日日嘛提出定報狀，佮一改強調來台灣受審嘅意願。是提及他們和刑事警察局聯繫的過程，並表達說仍然是有來台的意願。香港保安局23表示，解決這個案件第一步是台灣要批准陳東家入境，嘛指出台灣無適用香港司法協助法律，台灣以司法協助來做投案的條件完全無合理，嘛袂當做，佮一改把責任擔回台灣。本案涉及台港雙方管轄權及相關公權力之行使，必須由台港雙方政府先談好相關事宜，才有陳賢來台入境的問題。特區政府呢，係為咗香港嘅女死者在台灣嘅公義嘅案件呢得到彰顯，係應該呢同台灣坐低傾，即係受害嘅家屬去安排兩個政府見面喎，或者坐低傾，有冇搞錯啊？兩個政府。本身是律師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特別講，雙方政府應該趕緊坐落來討論司法合作。若是一直無討論，敢若互相講對方唔對，對解決代志根本就無幫助。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嘅駐港人民協議已經2年期滿，台灣中國嘅校訂也決定要繼續簽2年。雖然校訂表示宗教事務無要干涉外交，不過有專家認為講梵蒂岡甲中國建交是趨勢，2年後也影響到台灣甲梵蒂岡嘅邦交。2018年簽署中梵駐教人民臨時協議，日已經到期，敢是要延長？北京進程一直攏無動靜。不過日中國外交部證實決定甲協議延長2年。校訂嘛發聲明表示，協議無涉及外交事務。不過因為具體內容前到今毋捌公開過，梵蒂岡的中國專家針對這點是感覺真煩惱。嘛講到中國這2年壓迫天主教徒的情形並無改善。L'accordo tratta soltanto delle nomine dei vescovi, non tratta di altri aspetti sulla libertà della vita della Chiesa in Cina e questo è anche uno dei problemi più grossi che ha questo accordo. Per cui in realtà cosa è successo? Che pur con questo accordo che tratta delle nomine dei vescovi, la persecuzione in Cina è aumentata in questi 2 anni. 不過，大部分的民眾認為講，這個協議對中國的讓步，並無改善中國地下教會的處境。其實這份協議都是為着要甲中國建交來做準備，也是容納得了這天主教徒在中國的合法發展的。這個讓步，在2年之後，如果說中國內部都接受了，梵蒂岡那邊也接受了，很 OK 的話，2年之後，我個人認為他們建交的機會是很大的。雖然台灣外交部甲校訂攏表示，這無涉及政治，不過臨時協議2年的期限一個過，後一步可能就是中梵建立正式的關係，恐驚會影響到台灣甲校訂的邦交，這是一個警示。記者綜合報道。立法院伫今仔日3讀通過紓困3.0特別預算追加案，這回預算是2099億，全部是由國家負擔債務來出這條錢。那也立委也批評講，追加預算來了傷過急，根本就用到是囝孫仔的錢。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2次追加預算案，照審查報告修正通過。立法院23讀通過紓困3.0特別預算追加案，經過調解立委初審，減5300萬起來，尾手是以2099億通過，全部用經濟來付。那也立委批評3.0特別預算追加了傷趕緊，根本是摕囝孫的錢來抵債。因為這個錢幾乎全部是來自於向子孫的口袋裡面掏錢的，是子孫的未來的辛苦錢，我們現在就把它用了。今年3月，立法院真緊就3讀通過行政院提出紓困特別預算600億，主要用於補助受到衝擊的觀光旅遊運輸產業。5月通過紓困2.0第1屆追加預算1500億，主要用於勞工企業紓困貸款。
到9月底为止，已经发1526亿。第二届特别预算阁追加2099亿4700万，为着预防企业哪提纾困补助、哪减班减薪水的情形，立委要求若违反劳基法的代志，会甲纾困补助阁套转来。若企业违反减班休息、减薪或裁员等影响劳工权益的部分，我们不希望能够一边拿纾困补助，一边违反劳工权益的事情发生。这个纾困的贷款的部分，银行的坏账率的增加，在明年的上半年也可能会出现。纾困3.0追加预算案去互台3个项目，包括 NCC 补助居家隔离通信费200万，经济部总补助费5000万，甲优学服务业纾困100万。其中卫福部编一个52亿8千万的项目，写了无清楚，去互立委质疑讲是行政院小金库，不过上尾是无减少嘛无冻结。另外，朝野协商决议，卫福部爱先甲边境检疫、甲疫情监测等等的预算用了后，才会当顶动新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公费的流感疫苗真抢市，不过却发现讲大部分的疫苗拢去互时大注去，囡仔只有注3成瓜。为着要互家长方便，台北市联合病院拜6早起会增加1位医生看诊。高雄市卫生局是呼吁讲阿公阿嬷带孙做伙去注疫苗。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公费流感的疫苗，大家拢抢咧注，为家长走几啊间病院，才抢到号码牌啊，都惊囡仔无通注。诊所去的时候都是人超多的，然后说没有疫苗了，对他们好像一天只有配20还是几十这样子。啊，不过6个月到读册之前，囡仔注射率只有33%，以目标达55.5来推广，也有25万的囡仔无来注。为方便家长假日带囡仔来注，北市联医为10月24开始，12区医院门诊每礼拜6早起加开婴幼儿疫苗诊，每诊提供100剂疫苗，只要查儿童健康手册加健保卡就使。老人家跟幼儿的话，应该是优先打比较 OK。因为他们老人家抵抗力比较不好，小孩子也抵抗力不好，我是觉得先让老人家跟幼儿来打，我是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伫高雄市到22为止，已经注超过47万8千多剂，若是要加做群体免疫，老人甲幼儿的注射率要搁提升。cover 的范围能够越广越好，你能够 cover 到30%甚至40% 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群体免疫力。那群体免疫力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10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7个人或者6个人，都有打过预防针，可能其他3个人就被保护住。为提高注射率，卫生局为23开始推出祖孙啊斗阵来注，就应参加抽奖，呼吁阿公阿嬷带孙啊斗阵来注。可以小朋友跟老人一起打是比较方便，就不用再跑2趟。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民众去做进前最好先敲电话有效，才袂被走一撮。另外，爱过来洗手、正确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才个人的卫生防护，也有效降低得到流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用猪肉做原料的新竹公园，业者也烦恼讲，美国猪肉若准开放，生意会受到影响，烦恼消费者对业者无信心。咱也做伙来看讲，这款店家是安怎面对这款问题。当公园的贡丸汤，互人看甲会流烂，各用贡丸做越南菜，看起来嘛真特别。明年要开放，参与来客多半的美国猪肉进口，虽然对大量使用猪肉的新竹贡丸业者来讲，拢强调因的原料是温体猪肉，嘛是不免烦恼生理加减会受影响。其实美猪进来之后呢，我们会比较担心说消费者会不会说，因为美猪进来然后不敢吃猪肉等等的，那其实就民众可以不用担心啦，因为新竹贡丸绝对是用国产温体猪来制作，然后绝对是安全有保障的。为要消毒民众的挂论，不少餐饮业者暗算标示，家己用的猪肉原料来源，嘛有是比加工业者希望通好规定统一来源标章。一个餐饮业者来讲的话，目前持续的做法当然还是会沿用在地的台湾猪。那未来来讲的话，这个宣导的部分的话，包括标示、包括宣导的话，这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台湾猪对口蹄疫的疫区除名了后，猪农总社暂时会当喘气，率来面对明年参来客多半的美国猪肉要进口的挑战。地方政府表示会落实清楚的标示，加强稽查，保障民众选择的权益。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明年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政府也打算讲要投入100亿来辅导饲猪产业。不过，就猪农表示，现有的环保法规太过严格，猪农真歹生存。不过，环保署也表示讲，改善废水的方法真多，目前正在推动资源化利用，猪农也挺好参考。有一定规模的猪条所制作出来脱木废水，必须来处理才会当放流。明年美国有来可多半的猪肉特别开放进口，可能会对饲猪业有冲击。政府答应要投入去100亿基金来辅导，其中之一就是要改善猪条的环保问题。有产业代表指出，即卖环保法令伤严格，连抽地下水来使用，排出去拢会超过标准。希望讨论讲，敢是会当放零标准。结婚以后有个证书啊，叫再放宽一点点，地下水抽出来。那就超标了，它定得太严了。啊，就定个比地啊，比较严，啊，这种人不合逻辑啊。农委会会甲相关议题甲环保署来进行下部会协调，若是敢是会当因为安尼来放量放流水的标准。环保署表示，目前无计划，毋过嘛讲，解决脱木废水污染，除了管制，推动资源化的利用，嘛是一个有效的办法。目前地管5750位的脱木场，已经有买1/4配合进行。交易、交破、备份来使用，还有水资源回收等等，会继续来推广。废水啊，这个我们估计差不多每年差不多3000万吨左右嘛，既有600多万吨，几乎都不会排入河川，那已经这个进入这个所谓农田，基于环境保护，当然要使这个河川的水更干净。猪农伫咧甲农委会座谈当中，真侪个讲到环保标准真严格，对产业的压力是真重。不过无好好处理脱木废水，确实嘛造成河川污染。规个草菇菇或是口味爱机灵真痛苦，敢是会当找出产业甲环保兼顾的平衡点，也该进一步讨论。记者做报道。今年因为无风台，蚵仔仔拢有夹伫咧蚵仔壳顶悬，上无有增加10倍以上。饲蚵仔业者也表示讲，若阵饲了袂歹，明年蚵仔就会大丰收。看开蚵仔壳饱满的蚵仔肉，看起来是真好食。蚵仔仔主产地分林大西沿海，今年获得率是大爆量。原本每一个蚵仔壳干内有120个蚵仔仔，今年暴增10倍。渔会甲养殖协会认为，应该是天气的关系。没有台风，所以没有受损。往年会有或多或少会因为台风季节或西南风会影响到让科损害很大，所以今年这种所谓的丰收，就因为没有减少了损失。蚵仔是一个很敏感的生物体，它惊吓的话会把储存在体内的精子跟卵子排出来，形成一个受精卵。今年的话算很 OK， 就是有的甚至到达200-300颗。蚵仔仔丰收，让渔民真欢喜。今年因为无风台，除了蚵仔仔获得率悬，大收成的蚵仔拢是非常的饱满，绩效也真稳定，业者是笑嗨嗨。今年无人扣啊，经过最多就算啦。养殖协会表示，饲蚵仔是看天食饭的工作，真歹有期安尼状态会继续偌久。不过，也有渔民表示，该些蚵仔仔采收了后，会运去家己东州甲台南继续饲。假使中蚵仔甲大蚵仔饲了较好，明年就会大丰收。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东的关山特别收万冬稻仔，所有农民顺产水的时阵，好亲像发现到秋兴滚塘，而且范围是探到100多公顷以上。后来经过专家的鉴定，是甲秋兴滚塘共级科会分别夜。专家也建议农民讲，特别收成啊，较莫全农药咧。关山镇德高里的农民伫咧顺产的时阵，发现稻仔根挖土的所在有真侪虫的卵，还佫有虫伫咧稻仔顶悬飞来飞去咧食叶啊。佫较严重的，稻仔水已经落落来，农民烦恼讲，即个万冬稻仔的收成可能会受到影响。食到无有些伊就佫甲稻水拢剪掉，剪到剩一两影安尼尔就对了，拢落甲规田拢总是。农民就是讲去互外来秋兴滚塘入侵。赶紧去甲民意代表，还佫有县府通报。县府甲专家去到地，发现讲毋是秋兴滚塘，是另外一种甲秋兴滚塘共一科本土的分泌亚蛾，嘛号做稻仔水棕毛糖。
初步了解，伫关山镇已经有100多公顷的稻受到损害，已经请农改场协助。防治药剂部分应该要用哪些农药之外，那另外也有用那个新飞龙盟诱捕的部分，他们也会来给我们做适当的协助。台东农改场研判，可能是因为今年雨落了较少，造成分泌野鹅数量日头增加。不过目前的观察对稻的收成影响并无大，会持续关注。不过即马进入收成的期间，无建议农民喷药啊。它只要最上面的那一片它是主要供应稻穗能量，大概可以供应60%到70%。只要这一片还在的话，其实你的稻子应该是都收成上是没有问题的。农民讲，因过早期挂稻仔了后，会当烧稻仔草，都无看过这种虫害。建议政府会当以专案的方式开放烧稻仔草。不过，县府表示，针对这点爱国研议。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甲52年的警察老宿舍改建做高雄头一间社会主体，而且是老大人甲少年人大做伙，也号做老青共居主体。这全部有47户，对这个月也开始搬入来住，老大人也住甲真满意。这是你们的卧室？对，卧室。床架就是一边一个，这边一个，那是我们把它并在一块的。郭阿嬷带阮参观伊的新厝，14平的空间，有客厅、饭厅跟2间房间，互因翁仔某住拄啊好。这是高雄第一间社会主体，专门互老大人住的厝，有一寡无同的设计，譬如讲用控制器开房间的电火，互阿嬷真满意。有个电梯就不要爬电梯了，那就看着可以了。这个空气也蛮好的，这个光线也蛮好的。拎东西上楼是最累的了。一上去有一下那个满头汗呐，哇，累死的，腿也不行。翁仔某就是唔愿意去安养院住，才来申请。另外，这位周阿嬷是甲因查某囝做伙来申请。那个时候起初是一个，后来他从台北回来，我就叫他回来，刚好回来没有多久，刚好老青共住的这个房子就出来了。周阿嬷讲，家己真好运，才会当抽到这个机会。因为当初有60多个人申请，干那15户的机会。这本地是旧的警察宿舍，规栋改建做社会主体。目前有11户是翁仔某，也是大人甲囝孙住，4户是2位独居老人住做伙。另外，嘛提供予少年人32户。1楼的空间，阁会当予老大人甲少年人，阁有囡仔互动交流。它有各自的空间，但是又是一个小社区的概念，而且我们有委托我们民间的单位一起来管理。是平时他们就会去照料长辈的一些生活状况，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更熟悉我们长辈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能够不排斥我们的长辈跟他们住在一起。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社会，市政府希望这种老大人甲少年人住做伙的方式，会当解决老大人孤一个人住、税厝困难等等的问题。未来阁会利用休困日规划社区的活动，增加老大人甲少年人2个世代熟悉互动的机会。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云林的古溪社区对去年开始就举办老人拍鼓活动，伊也利用在地竹仔做8粒竹仔鼓，若准熟手了后，就有机会代表社区出去表演咯。伫咧云林古溪社区，透早就听会到充满活力的鼓声。对去年开始，逐礼拜四，社区的时代就小招来遮斗阵讲鼓做运动，练习到呾，因毋但有基础，嘛讲甲真欢喜。真心实安尼，我来拢大家拢做有伴，做老热的啊。你这讲偌久啊？讲一个月吧。老师足久来教，足好啊，好棒，赞。这个讲鼓队毋但讲太鼓，嘛摇手鼓，互人听了规个人拢轻松起来。而且详细甲看，阁发现有用竹仔来做的竹仔鼓，展现古溪在地的特色。就是想说就地取材，用我们就是社区本来就有的那个竹子竹仔，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制作。虽然讲鼓队才成立无偌久，时代嘛有岁啊，不过老师伫咧教的时，嘛有想出一寡撇步，希望因会当赶紧熟手。上重要的是爱生了欢喜。我们在设计课程上面啊，就是我会先用长辈他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活泼的动作设计，然后贴近他们生活经验，然后配上口诀。这个团队啊，然后训练了以后，我们可以参加各种的地方上的一些庆典啊，
期盼大家都很开心、很快乐、很健康。阿公阿嬷透过广告的课程，唔但感受到无共款的生活趣味，嘛会使来练身体，预防脑筋退化。11月份的成果发表会，大家就会使看到这场阿公阿嬷上舞台表演咯。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基督教病院甲便利超商利用民众所管的金额啊，伫2018年成立俱乐部，设一个视大囡仔、身障者拢会当互相照顾的空间。今夜设一个咖啡馆，请庇护工厂的员工来煮咖啡，替身心障碍者打造一个温暖的工作空间。真惜手的伫制作点心、出餐服务人客，因是阿成甲阿华，是庇护工厂的员工。以早因伫咧做工课的时阵，去互歹意来对待。毋过，因来即个由屏东基督教病院甲超商灵芝馆所共同打造的咖啡厅做工课了后，因真介意即摆的工课，嘛真有成就感。不会被欺负，又不会就那个骂脏话，我又微博呀。不会赶你，对不对？对，你们可以慢慢做。对对对。开心就跟店长一起工作。阿华翠年伫讲的店长嘉伟，甲点心的制作过程设计做适合智能障碍者工作的流程，互因做工课起来会当较顺利，达到双边好的优先工作职场。跟他们工作第一要有耐心，然后要怎么想尽办法让他们去，很清楚的马上知道这件事要怎么做，然后下一动就是要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他们要去跟一般的社会大众去做面对面的接触，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发现他们的改变很大。会当提供身心障碍者工作甲学习的机会，毋但是创造双边好的工作环境，嘛互社区居民各加一个舒适的友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甲3间能源业者合作，选伫咧云林大西溪顶社区的中青食堂设太阳光电，这块绿电一年会当增加12万的收益，也通好用来照顾在地时代。早起10点，云林大西溪顶社区的中青食堂总铺堂咧无用煮食，通好附中昼互时代食饭。即马中青食堂要结合太阳能光电，唔但会当省电，也会当有一笔绿电的收入。像这次长青食堂能够给我们这个光电绿能的回馈我相信对我们未来那个老人家的长青食堂的用餐会非常有帮助。长青食堂装设的容量大概15 kW， 然后一个月大概可以发1万块的那个电费啊，整年度大概有12万的电费收入，可以来挹注我们长青食堂整个的开销。为着要照顾时代，云林县政府甲3间能源业者合作，因选择伫大西溪顶社区的中青食堂，用公益的方式设太阳能板发电。这也是目前全台湾头一个中青光电食堂的示范区域。每年的发电量大约来到18850吨，也期待有更较侪食堂来加入。云林县第一个嘛是全国第一个，阮目前伫云林县有142个中青食堂，希望讲以后安尼模式，会当继续推展到阮真侪这食堂来继续照顾阮的时代。县政府表示，云林的日头足美，也是全台湾太阳光电发电量前3名的县市。来推动中青食堂按太阳能板，也推动伫学校的厝尾顶，达到省电又会当增加收入，也通好补贴食堂甲学校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9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8度到25度。新闻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去看6度走小绿，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
拜。